谢谢。不客气。这是什么呀？鸭婆水。鸭婆水是什么？鸭婆井水加柠檬，是来这里一定要喝的。你哋嚟澳門有冇飲過？喺澳門有一句古老嘅葡語民謠：飲了阿婆井水，忘不了澳門。要麼在澳門成家，要麼遠別重來。我哋終於嚟到呢度阿婆井前地啦！哇，好舒服啊！一入到嚟就已經覺得。咁呢度就係嗰個儲水池啦，行過去睇下先。佢而家仲喺度噴緊嗰啲泉水出嚟，雖然係有啲樹葉啊，但係佢本身啲水係好清澈。阿婆井佢嘅葡文名其中一個字叫二溜，意思係山泉。幾百年前葡國人航海嚟到澳門，就係揀呢度落腳，因為呢度有最珍貴嘅嘢淡水。阿婆呢個名來自粵語嘅阿婆。相傳明朝嗰陣有一位老婆婆見到居民上山擔水好辛苦，就喺呢度建咗一個儲水池，方便大家。為咗感謝佢，呢度就叫做阿婆井。咁有啲人可能就會誤解咗呢度就係個水源嘅源頭啦。咁其實咧，水源嘅源頭咧就喺阿婆井斜巷嗰度嘅。當年澳門未有自來水嘅時候啦，呢邊嘅當地人最依賴咧就係一啲泉水同埋井水。葡人嚟到澳門咧，呢個係其中一個最古老嘅聚居地，同埋都有好多起咗好多一啲好有歷史嘅建築物咯。呢度嘅建築物有啲係葡人公寓，有啲係葡式風格民居。之前嘅阿婆井唔係遊客打卡嘅景點，而係一個生活嘅場所。無論係葡國人定係中國人，一齊喺榕樹腳下捉伊人、放風箏、彈吉他，一齊欣賞葡國歌舞，見證住中葡兩種文化點樣喺呢一片土地上各自生長，又互相張望。點解會話呢度係中西交融之地呢？因為呢一邊咧就係葡式嘅民房建築啦，另外呢一度咧，就已經係我哋中國著名思想家鄭觀應嘅大宅。今日好可惜咁啱閉館，所以我哋只能夠見到佢嘅門口位啦。不過單從呢個門口已經感覺到一啲好濃烈嘅中西嶺南嘅建築風格。井水依然依家仲喺度，但係已經冇人再擔水啦。隨住自來水嘅普及，阿婆井嘅功能慢慢消失。一個地方兩種文化，呢度唔單止係澳門最早嘅葡人聚居地，更係中葡文化嘅起點。